翻佢，如果唔係佢唔俾翻佢，就叫我哋簽信俾佢，俾政府嗰個發展局睇咯。因為佢交嗰個呢250先集體金係俾個發展局㗎嘛。個發展局睇開冇問題，證明你冇散谷到其他咩嘢咗，佢就俾翻佢。咁都係俾250先集體咗。佢哋去攞嗰個連個玻璃樽係咁樣嘅，因為佢驚你做唔好啊，或者係咁將來你賣屋啊，嗰啲買屋嘅人投訴啊咩嘢啊，佢哋集體而家先地多啦，咁多呢嘢個西二百先多，其實唔多啊。對於一個發展商嚟講，250千就唔多啦，不過佢起屋少。30幾間嘅，如果係講好似佐科嗰啲一起親幾百間，佢攞我250千，一啲係攞嚟嘅，亦都好多嗰啲業嘅多。幾百萬個千萬都咁樣收咗就走佬開咁樣好啊！好多乜你集體250千我哋搞屁啊！好多咁你攞嗰啲女嘢第二次投資，不過如果多咧，如果申請呢啲咁樣嘅做放一集體金嚟咧，咁如果做發展商咧，你攞個發展商嘅註冊咧，佢都唔係咁簡單嘅，佢有好多情況嘅，佢有規定嘅，唔知係要幫人肯借呢嗰啲。口啊，佢全部已經控制佢話啲呢啊，你個呢買屋人嘅呢入咗嚟你戶口，佢認出佢用咩呢，全部要清楚嘅。如果唔係佢唔出呢嘅，佢嗰個 SBA 戶口啊，HCA 戶口咩戶口啊？你開咗個戶口啊，佢呢啲呢唔可以咁發展商私人常用嗰啲呢攞嚟轉你投資唔得嘅。呢個呢一定係從呢個條件入邊先可以用呢個呢。如果唔係你唔可以將呢啲用去第二個地方嘅，最多就唔知咩如果黑啲唔睇新聞睇唔知有乜新嘢講過。我哋冇申請過發展商嘅新嘅戶口，未申請，因為我有做嗰啲發展嘅建屋發展咧，我哋發展做建屋牌咧，就會經過呢個房屋發展法嚟嘅，因為建屋咧屬於商業嘅政府冇管制嘅，你自由買賣，佢唔使經過呢個房屋法令嘅條例。如果你賣咗自家屋咧，就要經過房屋法令嘅條例嘅，就要攞發展商嘅身份可以賣咁樣嘅。